好多客人都擔心地脊使用之後會出現印同埋控，佢哋以為地脊越厚就係越好，能夠減少以上嘅問題。其實出現以上嘅問題係因為地脊嘅回彈力太差。今次我哋揾咗 Jet4 Premium Comfort 3.3mm 嘅地脊，同埋市面上另外一個品牌 3.35mm 嘅地脊做一個回彈力嘅測試。呢個係 Jet4 Premium Comfort 3.3mm 嘅地脊。首先，我哋會用加壓筆喺地脊上面加壓，加壓之後，地脊上面嘅印同埋控都慢慢消失。30秒內，地脊上面嘅印同埋控已經冇晒。而呢個係我哋喺市面上面揾到嘅另外一個品牌 3.35mm 嘅地脊，同樣地，我哋會用加壓筆喺地脊上面加壓，加壓之後印同埋控係仍然存在嘅。24小時之後，地脊上面嘅控同埋印仍然可以用肉眼睇到。